OK，各位老友，買樓究竟應該揀東邊戶定係西邊戶好？網上可以抄出幾百種講法啊！今日我哋一齊嚟傾一下，希望可以幫到你哈。Nice。有人話東邊紫氣東來採光好，跟住就有人反駁話冬天嘅時候西邊下晝嘅陽光先至舒服喎。有人話西曬熱到好似烤箱啊，亦都有人講而家啲 Low E 嘅中空玻璃技術早就解決咗啦。你越睇係咪覺得越懵呢？其實網上嘅呢啲絕對結論全部都喺度亂噏嘅，因為佢哋全部都將自己嘅個例當作真理啊！我信你個鬼！你這個糟老頭子壞得很。邊戶嘅選擇呢，最少應該取決於4個維度啊。第一，你喺邊個城市買；二，你買幾多樓；第三，咩建築品質，同埋你未來打算將呢間屋賣俾邊個。漏咗任何一個維度，你嘅判斷都有可能會反轉喎。無啦啦可能要多使幾十個 W 啊！天哪，這麼神奇嗎？OK， 4個維度我拆開嚟逐個同你講清楚。第一個亦都係最多人呃你嘅，你喺邊個城市買樓啊？我發現網上討論東西邊戶嘅人，好少會有人一上嚟就話俾你知佢喺邊度喎。但係呢個啱啱好係最關鍵嘅前提嚟㗎。你喺廣州、深圳呢啲咁嘅低維度城市買樓呢，因為夏天嘅時間長，太陽角度又高喎。下晝2點到6點嘅陽光咧，直接曬到西牆同埋西邊嘅窗口。嗰間房咧，夏天唔開冷氣，基本上就企唔穩啊！就算你開冷氣，電費都會比東邊戶會高出一大截喎。喺呢啲城市入邊，東邊戶嘅編號咧，確實係會有充分嘅氣候依據嘅。好啦，如果你將呢個經驗原封不動咁搬去北邊嘅城市，例如長春啦、瀋陽啦或者哈爾濱，你去試下嗰邊嘅冬天咧，長達成5、6個月㗎。太陽照入嚟嗰種暖甩甩嘅體感呢，係暖氣完全冇辦法替代嘅。而西邊戶下晝嗰幾個鐘嘅陽光，喺零下20幾度嘅城市入邊，就係實實在在嘅居住福利啦。而我哋東北嘅夏天呢，一共淨係得個2、3個月啊。最熱嗰幾日，西曬嘅不適感同南方完全都唔係一個級別嘅。同樣都係喺西邊戶，喺唔同嘅城市，佢嘅居住價值可以話係天差地別啊。離開咗氣候去爭論東邊好定係西邊好，可以話係刻舟求劍。厲害！第二個維度，你買嘅係幾樓啊？呢一點基本上冇人會單獨拎出嚟講啊，但係佢對結論嘅影響呢又好大喎。好多人對東西邊戶嘅採光差異，腦入邊默認嘅都係6到7樓多層住宅，或者係樓間距唔大嘅老小區。喺呢一種情景之下呢，差別係確實好明顯啊。OK， 低樓層咧，佢本身嘅日照時間咧就好有限啦，遮擋又多喎。東邊戶上晝可以曬到太陽，西邊戶咧要到下晝先有光。中間嗰幾個鐘頭咧，屋入邊咧成日都係黑麻麻嘅。但如果你買嘅係高層住宅，去到15樓以上高度嘅時候咧，前後左右嘅遮擋基本上就唔存在啦。東邊定係西邊，全日都可以獲得充足嘅自然光。東邊戶嘅採光優勢就會被大幅咁拉平，差異咧遠遠冇網上講得咁誇張嘅。明白。反過嚟講，如果你預算有限，只能買到低樓層嘅話呢，東西之間嘅體驗差距就會被明顯咁放大啦。呢個時候選擇東邊嘅理由先至係真正企得住腳嘅。同樣嘅樓盤，同樣嘅戶型，5樓同15樓面對嘅完全唔係同一道選擇題嚟㗎。千祈咪用高樓層嘅體驗去代替低樓層做決策。Nice。OK， 第3個維度。呢等樓係咩年代㗎？咩品質啊？網上有一派觀點話啊，而家啲建築技術早就已經解決咗西曬嘅問題，中空嘅玻璃啦、外牆保溫啦、隔熱塗料啦，講得頭頭是道。呢句話究竟啱唔啱呢？技術層面嚟講呢，完全冇問題，但係技術存在同埋技術落地呢係兩回事。嗰啲真係用咗高品質嘅中空玻璃啦、外牆保溫層做到夠厚嘅樓盤呢，西曬造成嘅濕溫濕差確實係可以控制到睇緊基本上冇差別嘅範圍之內。但你去睇一下市面上大量嘅剛需盤、回遷房，甚至係一啲表面睇落仲可以嘅高端小區，佢外牆嘅保溫呢，踩住國標嘅下限嚟做，而玻璃呢，係最普通嘅中空玻璃，隔熱性能同埋高端產品之間差咗可以話係一個時代啊！呢種樓夏天嘅時候一開門，可以感覺到同東邊戶完全都唔係同一個溫度嘅喎。所以下次再有人同你講技術已經解決咗，叫你放心買啊，咁你一定要反問佢一句：
你確定呢棟樓用嘅係呢種解決咗問題嘅技術標準咩？工藝到位係冇所謂，如果工藝唔到位，紙面上嘅參數係保護唔到你夏天嘅體感㗎。建築品質先至係嗰條真正嘅分水嶺。一個字，絕。第四個維度，亦都係最多人唔願意面對嘅，不過最影響你嘅錢包嚇，就係市場嘅偏好啦。不論你個人覺得東邊好啊，定係西邊好，有一個事實你係必須接受㗎。喺中國絕大部分嘅城市住宅市場入邊，東邊戶嘅主流偏好度係高於西邊戶嘅。呢個就係幾十年以嚟形成嘅購房文化啦。所謂紫氣東來，日出東方，你可以覺得呢個係文化慣性，甚至係迷信啦。但係市場嘅定價係唔會理佢究竟係唔係迷信㗎。你去睇任何一個在售嘅樓盤嘅價格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戶型，東邊戶基本上都比西邊戶貴，少則爭幾萬，多嘅話呢爭幾十個 W 啊！有人會覺得咁我買西邊戶咪執個漏咯，同樣嘅單位少成幾廿萬喎，咪仲更加抵？呢個諗法睇落好似好叻啊，但係你有冇諗過買嗰時候你享受到嘅折扣，到賣嘅時候佢係唔會消失嘅喎？未來嘅買家佢一樣都係中國人嚟㗎，係生活喺同樣嘅文化偏好入邊。咁你西邊戶想賣出就只能繼續降價，所以呢個折扣唔係賺到咗，只係提前透支咗未來嘅溢價空間啦。當然啦，如果係自住，打算一世都唔賣佢，呢個維度的確可以向後排一排啊。但係你只要呢間屋有任何嘅流通可能性，就必須尊重我哋市場嘅共識啊。就算你內心並唔認同佢都好，買樓唔應該係揀你覺得啱嘅，而應該揀大多數人願意為佢埋單㗎。你有病，你有病。有一件事係我做咗咁多年見到個隱藏嘅問題啊！絕大多數人討論東西邊戶嘅時候呢，佢完全冇意識到，不論你最終選擇東定係西，有一個共性嘅風險就係外牆滲水。同中間戶相比，邊戶多咗一面完全暴露喺出邊嘅外牆喎。長年嘅風吹日曬雨淋，如果呢等樓嘅外牆防水工藝係冇做到位嘅情況呢，住到3年之後滲水、發毛、起皮嘅概率係會遠遠高於中間戶㗎。而且唔同城市主導風向係唔同嘅，有啲城市咧佢東邊迎風雨多啊，有啲地方咧由西邊嘅迎風雨多喎，滲水嘅概率仲會再上一個台階。呢個信息去售樓處基本上唔會有人同你講嘅，但係佢實實在在咁影響未來嘅居住質量。所以如果你決定咗買邊戶啊，不論東西，一定要留意佢外牆嘅防水工藝。比起西曬，滲水問題先至係令你最頭痛嘅事啊！網上啲所謂嘅大 V 話俾你知，一定要揀東或者揀西，嗰啲人咧唔係幫你啊，而係用佢自己嘅一套局部嘅經驗，幫你做一個幾百萬嘅決定喎。問題你又唔喺佢嗰個城市，你揀嘅樓層亦都唔係佢嘅樓層，你買嘅樓盤更加唔係佢嘅樓盤。品質都唔一樣，咁你應該做嘅唔係應該去揾一個標準嘅答案，而係應該搞清楚呢幾個變量之間嘅關係，然後自己做出屬於你自己嘅最優解啊！明白。買樓呢啲嘢呢，從來都冇捷徑㗎，每一個偷懶最終都會變成真金白銀嘅代價。你使幾百萬買一個住10幾20年嘅地方，值得你將每一個維度都諗清楚再落筆。好啦，我係華仔，拒絕套路，只講真話，得閒下次再傾，拜拜。